内看新竹有一台有载10吨轻佛酸的化学造车，伫咧等红灯的时阵，互后壁来刷石仔车弄着，造成这车顶的轻佛酸漏泄。消防局甲毒灾应变小组是赶紧到现场来检解甲处理。另外，伫咧国道1号中华宝岛的路段，又发生游览车去弄着一个施工人员，造成这个人员骨折甲血痕，目前抑搁伫咧加护病房救治。 化学造车来到路口停等红灯，无到几秒了后，后壁沙石车直接落去，造成俗称化骨水的氰氟酸泄漏出来。车祸发生伫19早起6点外，地点伫新竹县竹北市西滨路2段。消防局甲毒灾应变小组接报了后，甲座体内底10吨的氰氟酸抽出来，甲南华车道封起来。45岁姓吴的沙石车司机正凭手骨受伤，送医治疗。槽车这个槽体有破损，并且有氰氟酸泄漏的情形。 目前消防会会同这个处理小组在现场做指漏。相关惊险的要19早起10点外，国道1号北向217.3公里北道路段，施工人员徛伫路径6个机啊，点过一台载阮游客游览车，无注意到正伫车道口落乱物件，51岁姓陈的工人直接甲弄落去，造成真侪所在骨头断去，甲胸坎积气，正伫加护病房观察。无注意到阮同仁已经伫遐机啊。 会起诉。城南进入车道排除掉落物时，遭游览车许南撞击而肇事。国道3号上北148公里通宵路段18时发生驶修理车的32岁姓蔡出博人，因为使用辅助赛车，无注意车前状况，弄到移动清扫作业的施工防护车，撞击内侧护栏唐南75年次，驾驶大致货车。 移动清扫作业施工晃撞车而肇事，左脚及胸部疼痛而呼吸会喘，给予适当处置后，送往就近的通霄光田救治。同一天，伫国道1号上北134.8公里苗栗路段有大型的车链，链仔飞落伫中线车道，造成经过车未火险弄着，总共有22台车车头受损。警方已经调看敢是去会面，对查这个造成事故车辆，后续恐惊面临1000到6000块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